12月10日即国际人权日，面临着当今世界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的维吾尔人在世界各地组织活动，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三的种族灭绝。在国际人权日成立72周年前夕，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表声明，强调建立基于人权和民主的美丽公正世界的重要性。据国际媒体报道，因东突厥三民族觉醒运动的号召，在日内瓦、纽约、华盛顿、旧金山和多伦多举行了反华示威活动。另一方面，在国际人权日，日本和土耳其的维吾尔团体举行抗议示威和新闻发布会。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观察长期替世界各地人权问题发声，也在12月8日发布一份包含了2000多名维吾尔人的阿克苏名单，进一步说明中国当局如何利用大数据监控东突厥三维吾尔人。根据人权观察，中国政府使用警方搜集的大数据资料，辅以关键字决定大量关押维吾尔人，其中有人只是没有固定地址，或者是属于不放心人员。此前，人权观察曾揭露，中国运营名为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计划，透过东突厥三当地的调查系统来收集及汇整与穆斯林居民有关的数据，并将被视为潜在威胁的人推送给官员。人权观察的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表示，这份阿克苏名单进一步让我们看见中国对东突厥三穆斯林的粗暴镇压因高科技而如虎添翼。中国政府欠这些人员的家属一个说法，他们为什么被抓走，如今人在何方？法国足球明星安托万·格里茨曼表示，他将终止与华为的赞助合约，原因是有报道指该家中国通讯科技公司涉及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监控。他与社交平台 Instagram 上表示，在外界强烈怀疑华为参与开发一项通过人脸识别软件实行维吾尔族警报的功能之后，我将立即终止我与该公司的伙伴关系。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华为对人脸识别技术软件进行测试，该软件可能用于帮助警察监视维吾尔族人。周二，全球教育机构合作平台开放社会大学网络授予了3年前被中国政府逮捕的维吾尔民俗学家热依拉·岛乌提这个团体的首个人文学荣誉教授称号。热依拉·岛乌提是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大学教授，是一位民俗学家和人种志专家。他创建并领导了大学的少数民族民俗研究中心，并撰写了数十篇文章和许多书籍，其中包括对欧亚中部伊斯兰圣地的里贝城市研究。开放社会大学网络大臣莱恩·波特斯丹表示，热依拉·岛乌提在国际上是维吾尔文化生活和实践的主要权威。他培训了一代年轻学者研究该地区的民俗和传统。他的严谨和启发性的工作已成为全球社会发现维吾尔文化丰富性的通道。为报复美国制裁中国14名副国际官员，中国方面推出反制措施，决定取消美国外交人员访问香港和澳门的免签待遇，并对相关美国人员及其亲属进行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在记者会上宣布，中国将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国会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对等制裁。在谈到具体制裁方法时，华春莹说，中方决定取消美方持外交护照人员临时访问香港、澳门免签待遇。本周一，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14名副委员长实施制裁。